关系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疫情上新的状况。咱先来看这个苗栗，今仔日是增加到31例确诊的病例，这其中有30个人是电子厂困住的时阵，防控烈的高风险的移工。县政府讲，这确诊的移工分别是来自京源、京鼎甲地邦科技这3间公司，拢已经伫检疫所隔离至少10天。 对社区未造成着威胁。另外，佫增加一个本国籍的男性的确诊者，是德南科学园区某一间清洁公司的员工。来听馆长齐耀昌详细的说明。外籍的劳工有30例，本国的有1例。那其中呢，这个金源电子有17例，均为外籍移工。那另外，智邦科技有12例，也是外籍移工；金鼎电子有1例，也是外籍移工。那么清洁公司的员工有1例是为这个本国籍。那么这个总的加起来今日的确诊外籍的移工就高达30例，都是6月初隔离集中于这个。中南部地区检疫所的移工都集中于检疫所，那已隔离了10天到14天，皆无公共的活动史，所以对社区还有工厂不会再产生任何的影响，请各位放心。另外的本国1例呢，是已收治隔离中，匡列接触者含家人还有。 同事总共有5人，已疫调并安排采检，相关的足迹也已公告在苗栗县政府的一个网站上。再来是累积的确诊的个案，那么总共到今天为止有521人，521人。那其中移工的部分就有426人。 占总确诊数的82%，相当高的比例。那本土的呢，有95人，占18%。这个部分跟各位做了一个报告。